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费用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去广播电台 FM 89.9播出。刷落来，咱要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汤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的踏踏地地、甲经验的故事，这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的贵宾是麻豆新生代舞蹈团的团长。若讲到新生代团长陈佑生，外观看起来高水高水、肥嫩啊肥嫩的体材，不过伊行打跳舞的美角加美丽，你若看到以后，就会比骨头母加发赞。上界使人钦佩的是。这个查甫囡仔为着要保留台湾传统艺文的延续、创新、坚持的毅力，是真侪人上好的模范。邀请这位正要跳舞的陈佑生老师来到咱们去广播电台，讲伊生活点滴精彩的人生故事。在要听故事之前，咱先听一段音乐，音乐回来了后。就开始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单元咯。代志也做袂完，哪会主管天话一直来？啊，身体害了了，白白的讨生活，哪会我都讨甲这个斗？一脚皮想会当装偌多梦，我的手会当看偌重。一支吉他会当写几条歌，我犹原相信我。辛苦的讨生活的少年人，寒冬拄着歹年冬。薪水是哪来哪少哪无效，物件买无几项。艰苦的拼事业的少年人，时机歹嘛变无望。人生是起起落落的山路，咱只是讨生活的人。来，小姐，来啦，这美丽啊，这多少？300咯，啊不200。50你要吗？100啦。开花到拄久，不是我爱面梦。是因为昨暝看你的物件，时大定烦恼。啊，理想若无理想，转来厝里帮忙敢毋好？一脚皮想会当装偌多梦，我的手会当看偌重。
一支吉他会当写几条歌，我犹原相信我，辛苦的土生活的少年人，咱拢拄着歹日当。薪水是哪来哪少哪无效，物件买无几项。艰苦的拼事业的少年人，时机歹嘛比无放。哎呦，人生是起起落落的山路，咱只是土生活的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今仔日邀请到的这位贵宾是新生代舞蹈团上届代表文化传承接手的艺师陈佑生团长。第一对爸爸妈妈的手，甲这个团接起来，伊是真正一个足无简单的台湾查甫囡仔。咱毋若爱甲鼓励、甲肯定，咱嘛希望讲，伊今仔日伫节目当中讲出伊满腹理想甲心声。生啊，你好！大家咱电台乡亲时代啦吼，咱线顶的朋友大家好啦吼，今仔日真欢喜吼，来伫咱这个慧荣老师家吼，来上着这个节目。哇，你看安尼有咧行动的人，伊咧思维足自然呢，拢无安尼咩角角。表现的时阵，就是安尼足亲近，就自然的会当甲你的表达的方式，甲它表现出来啊。无啦，感谢老师吼，安尼学乐。其实吼，这拢是足侪咱的时代啦吼，互我这个机会去学习啦，互我放手，互我去做，互我伫这个过程中啦，吼，安尼慢慢学，慢慢学，吼，安尼学起来吼，包括咱家己的舞蹈团，嘛是安尼吼，伫这个过程中吼，安尼学起来的啦。先啊，我感觉足无简单的呢。若无看到你本人的人吼，拢会拢对你有一个幻想，对无？吼，迄查甫囡仔安尼跳舞，迄个摇倒，吼，迄个体在，吼，安尼人讲跳，对。看到你本人的人讲，拢会安那雄安尼啊啦，行一条安尼，行一个踹两三条。哦，这哪有可能会跳舞啦？有啦，这个体格哪有可能啦？足一年就古锥的，肥软啊，肥软。但是我要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自细汉若咧学舞蹈的人哦，伊到一个年岁时阵，惊胆伊的身躯的软弱完全是较无学过舞蹈的人共款。我对你足有兴趣的，就是一直想要甲你问一寡问题啦吼。我一直拢有一个疑问啊，因为你的保家镇吼，你毋是干那保家镇的舞蹈，伫迄个网络吼，有足侪恁跳舞的迄个影片吼。我咧看会感动呢，加要配起来是安怎讲呢？因为我看你的舞蹈团做者艺人吼，表演的迄个舞者的迄个表演，迄个神韵吼，还有迄个跳舞的迄种迄个排阵迄吼，敢若甲咱迄个一寡迄个庙宇文化，敢若了有牵连。其实吼，我足感谢着，就是对我的妈妈啦。我的妈妈就是伫即个40几当前，伊细汉50当前的时阵吼，伊就咧教着即个舞蹈吼，学着即个舞蹈。伊当时想哪会去学舞蹈吼？迄早期哪会学舞蹈吼？就是因为伊迄阵吼，迄骹有去受伤啊。因过早期有一种迄个病吼，叫做啥物？类似像破伤风这种，小儿麻痹，对，类似像这种，了伊就是去治疗，迄阵一个医生吼，满岛有一个医生，算嘛真有名的医生吼，伊就甲讲吼，
你做囡仔人遮水吼，去学武德，我甲你，从阮兜出，阮阿嬷因兜出产假，就讲无我提钱互你去学武德。迄个医生怎啊提钱互妈妈去学武德？妈妈就是桂玉秋老师，哦，就有名诶，看迄个，迄个廖莫喜因遐老师做伙，哇，赞！当时吼，就甲迄个廖老师因吼，做伙伫迄个咱的即个蔡瑞月吼，咱就国宝级的老师吼，已经往生去。蔡瑞月老师因吼，做伙伫了遐学武德，做伙伫迄个时阵，迄个年代吼，做伙起来的。啊，妈妈后来就安尼了嘛，包括伊无对老师去台北，伊就留伫台南市，伫台南市帮迄个蔡瑞月老师这边遮盗用即个舞蹈教室啦。对。啊了用了后，就迄阵讲叫做舞蹈研究社。迄个武德研究社，所以后来讲叫做武德社就是安尼来。响对即个日本的即个名词来翻过来。所以讲迄阵了，他怎啊转来离满洲？迄阵后来要甲爸爸结婚啦，转来离满洲。开着即个武德社，来做一个迄个武德的传承，就希望讲，佮足侪人佮来跳舞，来甲即个迄个武艺，安尼延续落去。妈妈就无简单的呢，其实就是讲妈妈迄当时，伊嘛是伫即个方式的之下咧教，后来伊就拢有教一寡迄阵佮拢咧推广迄个中华民族教育的迄个美学是，就一寡民族舞蹈，民族舞，叫民族舞啦，什么苗女弄杯对，苗女弄杯，然后那个青冈丈高原的那个高亢之舞啊，阮细汉就是跳诶，那种学即种诶啦，迄阵妈妈就是学即类诶，是，其实早期是学芭蕾啦，但是了。都因为迄阵咱政府都在推广这，所以讲就开始教一寡即种较属于迄个咱的少数民族的啦，包含蒙古舞啦，什么敦煌啦，就即类的舞蹈安尼教，就是伫迄个过程中开始，我后来离妈妈30几岁、35岁时阵，我较出世安尼啦，离我出世之前，妈妈已经教10几档的舞蹈啦，所以离的腹肚内底就开始咧。你看胎教足重要，咱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查甫囡仔伫妈妈的腹肚内，就已经互妈妈安尼胎教咧甲教跳舞，无过出来安尼才教跳舞，亲像咱咧跳这个民族舞蹈的时阵因为迄种的迄个体态含迄个韵味含咱的国术。拢有相关联呢。细汉的时阵兴趣嘛，听的时阵，咱嘛安尼出去境界，不痛，有兴趣，都袂感觉忝。咱就会当了解讲，一个舞者伫伊细汉的时阵有偌济辛苦的即个过程。咱等一个休困一下，先会过来讲着，即个舞蹈团是安那会甲庙宇的文化阵头夹做伙。休困一下，搁转来听咱的节目嘿。生命叫我路故乡连天，大家做伙来，各种顶头摆几个，等开了炮声响起，赶紧别进店，进一遍，退一遍，袅袅闻烟，千难心有诚意感动天，过一遍，整一遍，发热有变，心灵安做比太平连。隆咚锵，赢老热，生命叫我会练歌会骗。大家做伙来呀，人冷人使受邀约，期待着风调雨顺，愿望会实现。进一遍，退一遍，袅袅闻烟，千难心有诚意感动天。过一遍，整一遍，发热有变，生命安做比有太平连。
热，生命叫我会练过会骗。大家做伙来呀，人冷人使受邀约，期待着风调雨顺，愿望会实现。种一片，摕一片，袅袅云烟，鲜咱心灵心意感动天。做一片，种一片，发热有变，生命安做比有太平年。种一片，摕一片，袅袅云烟，鲜咱心灵心意感动天。做一片，种一片，发热有变，生命安做比有太平年。生命安做比有太平年，生命安做比有太平年。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欢喜的心声，大家做伙来听。听这个新生舞蹈团，这个足古锥安尼陪软陪软，这个有声团长，咱嘛会使讲伊是足专业的舞蹈老师吼。这个声的心声，佑生，我感觉足欢喜的，就是伫你咧表演的当中我找到我囡仔时代的这个影呢。这个小时候的那一种，迄个印象啦，对，上台表演的囡仔啦，伊会去享受到这个掌声。对，伫这个掌声的过程中诶，伊的这个自信就伫这个过程去培养起来。是。阮有做侪囡仔嘛，因为安尼并甲伊个足加表达伊家己的情绪个想法，包括伊的语言。因为咱今咧讲咱的囡仔，尤其伫学校上课拢点老师咧问啥拢无要讲话。是。你学舞蹈的囡仔咧表达，伊会继续加表达。对，这就是咱的台湾的欠缺着啥展人教育，展现伊的才能。有但是咱安尼尽量咧推广，就亲像你讲，你用舞蹈咧推广，互囡仔建立迄个自信心。这嘛是咱台湾教育，伫即个文化。对，伫即个台湾文化的即个推广，所以讲咱嘛爱呼吁咱的政府单位，毋通迄个安尼甲咱的文化教育，搁迄个学生囡仔的伊的才能的即个教育安尼甲伊人讲的，安尼足无彩的，对无？对啊。咱即马搁来讲的，就是讲咱的庙宇文化的艺阵甲恁的舞蹈、恁的编舞敢有关联？其实是一个足大的关联啦。尤其我几档甲阮的舞蹈团带入来即个较属于咱的本土文化，咱的即个庙宇文化。当然，即个过程中嘛是拄着诚侪即个挫折啦，甲困难。我印象中伫即个1997年的时阵迄当时拄好台湾开始慢慢咧拄好咱的陈东山馆长爱开始咧送咱即个本土文化的即个教育的时阵，迄阵我去读高中诶，读高中的时阵，迄阵就去接触到这，去知影讲，阮麻豆迄当时有一个国宝级的老师，叫做陈学礼老师，伊专门咧做车鼓电诶，车鼓电做车鼓电，伊会唱迄个四股人啦，海彩地啦，这方面才会工课啦。是。所以讲，伫这个过程中我从离遮去甲学。这个陈学礼老师伊的人真趣味，伊你也有愿意想要甲伊开讲的爱着一直甲你讲，你会当做寡啥，就甲你教美角。迄个时阵我感觉这真好呢，尤其迄阵云门舞集对，林怀民老师佮特别邀请伊去台北，甲因的舞蹈结合做伙，落去甲因教因安怎表演即个唱车鼓啦，唱即个四股人啦，七字啊啦，这物件。我嘛想讲，迄阵我异想天开，迄阵我还袂换舞蹈团，迄阵我妈妈咧用的时阵，我异想天开讲，咱来甲咱的舞蹈团来用即个文化好啊。是。结果用了了哇，不得了啊，无人要学啊。大家感觉这种爽逼逼啦，嘿啦，感觉讲这无水准，嘿啦，就是讲这庙口文化无好看，所以迄个时阵其实我嘛足灰心咧，我怎安尼，我怎毋敢过去
参与着即个物件吼，所以慢慢就放掉。放掉了以后呢，迄阵伫1997年、96年迄阵，咱的即个本土文化迄阵陈学礼老师嘛。伫即个2003年的时候，拄好我开始咧接受即个我的舞蹈团，我正式来接即个团长的即个职务。迄阵伫咧读大学，迄阵读表演艺术。迄阵就咧想讲吼，到底要安互咱家己的舞蹈团有家己属于家己的特有的在地文化，特色是啥物货？安怎想思考足久诶？讲安那拢无一个属于咱家己，咱拢做拢是学人诶啦，对，拢学人诶。安尼话，哪像无特色去啊？迄阵吼，拄好台湾一窝蜂阵大陆开放，大家拢一窝蜂走去大陆咧学舞蹈，去云南吼，你着开一笔仔钱，服装啦、舞蹈啦，啥拢甲你用好，你着甲炸断，着转来台湾来当表演。迄阵嘛想着讲，咱嘛来做即个代志好啊，然后咱嘛来安尼做，咱嘛对人来大陆好，当咧思考即个问题的时阵吼，拄好有一工去伫即个文建会，迄阵叫文化部叫做文建会对，去咧上课。人来问讲，你对倒来介绍自我介绍嘛？讲我来自台南麻豆啦，阮遮是啥？就有一个评审委员就甲我讲一句讲吼，一个讲师啊甲我讲一句讲，你麻豆吼有一个国宝呢，这好好学呢。我就想袂罢，叫你甲我讲陈学礼老师啊，这我都有教过啊，无效啊。叫伊甲我讲，毋是啊，你麻豆吼是即个12宝者啦，足有名的呢。尤其呢，进全台湾吼，阮有文建会，阮有做调查吼，剩2团尔，一团离新尔，一团离恁麻豆，新尔要散去，你麻豆这嘛已经要散，你敢无紧想办法？你少年人紧想办法，甲考起来。所以伫迄个时阵，我怎插一个，我讲，对呢，咱家己的本土文化，咱就是拢毋捌啦。其实我对12宝者，我一点仔都无熟，我完全拢无熟啦吼，其实足陌生的啦。就想讲，袂罢，要做这哦。我其实我足排斥即个庙宇文化。为什么你会排斥即个庙宇文化？迄当时吼，因为咱学表演艺术的人，咱拢会感觉讲咱咧学西方的物件啦吼，拢爱学一寡迄个较无共款芭蕾舞啦、现代舞啦吼，还是讲还是讲啥物敦煌啦、彩带舞啦吼，感觉安尼较水啦吼。你感觉讲咱伫咧庙宇看到的这吼，就是咱咧讲的叫做歹音啦。尤其咱早期互灌输的观念就是北家将啦，还是这庙会，这就是拢歹囡仔的物件。所以讲迄阵拢安尼感觉，所以咱嘛是为着惊安尼去互人贴上这个标签。所以迄当时我就无爱去参与着这个做着这个工课。是。但是我伫后来了，慢慢做着这个保者了以后，其实咱讲这个宗教文化无形中它有一个力量咧甲你杀。你甲你斗相共，你这个过程中嘛发家己体会着足侪啦。包括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个庙宇文化因为我后来我发现讲，咱家己无认同咱家己本土的文化，无认同着咱在地的文化，咱要安怎讲？咱今日去爱这个所在，咱要安怎伫这个土地内底生活？对，要安怎徛起对啊，咱就无这个立足点嘛。所以讲后来我就感觉讲，好，我要来做这个。而且我要来做这个时候，我要来颠覆大家的观念。对，讲我要用较好的文化，我要用一个素质出来。所以包括我团员，阮正开始有咧接庙会。就是阮接庙会的时阵，人咧接庙会，人也讲一个庙会你啊吼，粪扫等甲几涂骹，歹势，阮绝对是离阮的车边绑一个垃圾袋。阮着沿路甲粪扫捡起来，绝对无可能，无要互黑白搭。包括咱爱甲咱的即个环境用好，而且呢，我嘛袂讲啥物大人安尼黑白假啦、食毒啉酒，歹势。普通时我嘛是会啉酒小酌几杯，但是呢，咱出去做工课就是做工课，咱要互为着要互即个文化，互大家认同。阮尽量就是一定爱家己控制好。什么代志会当做，什么代志袂当做，因为安尼人较有可能会继续甲咱支持落去。是，所以这个庙口的一个文化，你看你一个保者舞，若讲到保者舞，最重要就是咱的囡仔，也是咱大人，若咧迄个艰苦白疼的时阵，收惊，对不对？哇，咱听众朋友，等者听一个啥物叫做收惊，咱暂等休困一下，咱下个等来节目现场嘿。
做的宝贝，互我来熟悉你，是天公的好意呀。关公的义气，土地公笑眯眯，咱来变知己，是绝对无心机，将心予台湾。声，无分你甲我，全世界拢知影，将心予台湾，将心保平安，将心予台湾，用心看台湾，双脚徛伫遮，这是咱的命，将心予台湾。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一铺一铺好听的故事，招恁大家做伙来听。一个查甫囡仔对着咱台湾庙宇文化推广，较早有足侪人对着庙宇文化背离哩。台南麻豆保者镇已经伫世界舞台有看到咱的影子，伊毋若是看到艺术的境界延续。阁有看到咱台湾本土在地心灵宗教信仰，嘛是咱平民文化百姓大家伫咧消透郁闷的心情，或者是咱艰苦白疼的时阵，心灵会当找到寄托。咱今仔日真正足欢喜的，为着台湾文化用心的即个查甫囡仔吼，呼吁咱疼惜即块土地的恁，甲遮为着文化定根催杀的人。毋哪甲伊鼓励哦，还阁甲伊继续支持吼。先啊，咱头拄咧讲到即个保者吼，保者是毋是有收惊吼？爱保者咧摇哦，我知影即个保者较早向时啊是袂当走人去学的，对毋对？吼，迄拢个爱个滴了小鬼啊卡，就是戴面具嘛吼。因咧摇的时阵，我查甫咧摇吼，我喺卡床头咧摇的安尼，哦，真正有够厉害。囡仔甲我问讲，老师啊，是安那迄个顶行过的时阵吼，迄阮阿嬷甲我迄衫吼，囥伫遐互因下过。有我吼，后来我伫即个，其实我会做即个舞蹈，我后来伫即足侪所在咧教即个保家镇的舞蹈吼，我拢最后拢会用着即个摆头，咱即个保家镇摆做两，互伊安尼像安尼收惊的过程吼，安尼互伊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结束。为虾米即个做即个动作吼？其实这是伫我细汉的时阵吼，印象当中，麻豆吼有即个五虎千岁，五虎千岁3档拢会一摆即个挂香的出巡，绕境啦。
哦，啊，伫这个过程中，咱细汉拢会感觉哦，想要看老人，嘿，啊，那个当然迄阵吼，保家镇吼，嘛拢会过，咱的满岛南市的保家镇，保安宫的保家，啊，迄阵咧看老这边仔人咧，甲伊讲，囡仔囡仔囡仔，紧过，保家要来甲恁囡仔收惊，啊，迄阵嘛想讲啊，啥拢无，啊，人就甲你去啊，咱就甲行过，行过了以后吼。这个印象就伫我的脑海中印记在脑海里。后来你尾来，你阵我咧讲到12保家的时阵，敢若对着这个保家的印象就是收惊，对这个弄这个保家镇吼，庇佑保庇安尼，安尼保家蛇你的头，你读册上介贤，保家蛇你的喙皮，互你甲人好做伙，保家蛇你的身躯，互你做代志袂认输啦吼。所以就是安尼过着这个保家镇遐吼，印象足深诶。所以尾啊，咱包括咱所有的这个保家的表演，我最后拢会安排这个动作。后来尾啊，我有去，其实这是咱伫武道的方面来做这个编排，但是伫这个宗教啦吼，这个灵学部分我嘛去做研究。保家镇伊叫做啉水夫人嘛，对，啉水夫人嘛，对，啉水夫人嘛吼，伊这就是叫做三奶派。三奶派，咱台湾的宗教种叫做三奶派。三奶派底伊就是讲叫做法师啦，法师派吼，就是有红头的甲乌头的。对。红头的就是做戏的嘛，做戏的，乌头做生的嘿。对。啉水夫人其实就是这个单亲哥的故事，伊就是对这个，他就是这个发源人。是。因为因的师傅叫做许真人吼，就是咧开壶啊。对，写壶啊，咧写壶，因老爸陈靖姑因老爸就是咧做道士的啦。对。就是安尼落啊，延续这个精神，这个文化。后来我还去研究了，知影讲，原来吼，咱的这个啉水夫人，伊就是有这个定势。伊有这个定势了以后呢，伊要开着这个收惊这个铃的时阵吼，伊要打一个骹步，一个骹步了，伊对天了以后吼。就咱开始收惊，是。我这个收惊吼，我捌无形之中啦吼，捌有拄着两件嘛，真趣味的啦吼。伫这个2014年甲午年的时阵吼，南昆新大天府迄阵咧做着这个罗天大醮，有请着阮新生代武道团的保家镇去做绕境的活动。迄阵离这个府城吼的大道公庙遮吼，嘛是伫遐咧闹热。有一个朋友的囡仔。这个朋友吼，伊进入嘉义大学咧做教授。伊个囡仔吼，迄阵拄好1岁外。去互跑蹦甲会惊伫遐哭啊，骂哭安尼吼。迄阵因爸爸看着我来拍一个吼，我讲囡仔咧哭，我讲啥？讲去互跑蹦底会惊啦，会哭。我讲无安尼啦，保家镇甲伊保庇一下啦吼，甲过家镇一下好吧？看到想要试看卖，好啊。我就叫阮的锣鼓吹落去啊，保家头就带落去啊。了，真正就互即个囡仔安尼过去，妈妈甲抱的过去，都对头行到尾安尼了，对保家头行到保家尾安尼行完，即个囡仔怎无哭啊？了因为我拢安尼稍的了以后，过来差不多无甲1分钟来啦，就笑眯眯啦，足神奇的。因爸爸咧做即个嘉义大学的教授嘛，惊讲。这就是科学无法度去证明的这个力量嘛，因为感觉讲真神奇，这是其中一项。佮就是我姐姐，我姨姊结婚了吼，差不多5冬拢无法度生囡仔，无法度去迄个姊，对，拢一直无法度，拢无消息啦，拢无消息。了有一摆吼，我妈妈就讲，咱家己有保家镇咧有咧表演，咱无嘛来甲。求一个安尼啦，阮姐姐对这吼爱信不信的来，有个人做铁气的呢。感觉讲这个武道尔，无影迄个，伊就无啥要甲相信啦。我就讲好啦，无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嘛吼，试看卖影。真正安尼甲过去啦吼，因为迄阵无叫逐个拢错，我就讲无我就用保家的开心，甲你巴肚安尼热热的，就前后热热安尼。你著炸一支迄个雨伞转去安尼啦，就甲你用一个炸一堆火转去安尼，就足简单诶，没有什么仪式，也就这么巧合了，差不多2个月后，讲已经有新啊，有新啊安尼啊，所以讲这是一个真趣味啦，尤其咱镇吼
嘛面临着少子化的问题。对对对。所以讲吼，咱嘛是为了要保育啦，求让大家能够求子啦，吼，生育率提高。所以讲这嘛是吼，我目前嘛是咧努力的吼，互大家当加生寡囡仔，是啊来庇佑保佑着咱这个负责人，互咱的这个妈妈，啊互大家那囡仔嘛好摇饲安尼啦，嘿。是，尤其吼，咱的啉水夫人嘛吼，真正伫这有心的妇人人吼，或者是查囡仔吼要出嫁的时阵吼，迄有的妈妈吼讲，迄啉水夫人嘛爱去甲拜，啊个回公回婆，吼，尤其迄回公回婆，人讲有当时爱换花、白花、红花吼，白花就是啥查甫的，红花就是查囡仔，吼，这个文化，我真正足喜欢，啊，这嘛是不可思议啦吼。而且搁甲咱的听众朋友讲一个。其实伫咱的啉水夫人妈边啊，吼，就是咱的回公回婆。啊，回公回婆吼，伊除了换花诶，即个意涵以外啦，吼，伊个有就是讲咱少女、青少女吼，当她发育的时候，拢会迄个月经来，月头月尾，哎，较袂顺啦，啊，会疼会艰苦。其实吼，回公回婆嘛是咧顾即个部分。就是咱讲咧顾花骹，顾咱的子宫。啊，所以讲吼，迄个阮的团员吼，拢国高中生嘛，拢较少年的少女，啊，有拢拄着即种的问题。是，安尼妈妈吼，就拢会甲带去拜即个回公回婆吼，就真正吼有差吼，真正有差。所以这不可思议吼，咱听众朋友有听到这不可思议吼，这嘛是咱台湾吼特有文化内底、宗教信仰内底吼，足好的生活的习惯。他拄仔咧讲吼，啊，毋知恁听了有感觉无？啊，咱暂等休困一下，等下较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嘿。坐伫树仔脚，望着我家等公车，妈妈是全世界上好的囡仔伴，陪阮看土地，甲我简单话，带阮入去红仔煮新烧的世界。有时阵公车拢无来，予阮等甲起膜拜。妈妈的面总是笑嗨嗨，像阮爱食的库里姆的香，每一个乖囡仔拢有一个守好的生命，予我毋惊，予阮勇敢，予我有勇气，赶紧大，每一个乖囡仔，拢有一个守好的生命，听阮的心内话。的时阵有人找。赶紧大，每一个乖。
的心内话，看头到尾，外头的时阵有人找。坐伫树仔脚，望着我家等公车，妈妈是全世界上好的囡仔伴。看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感动的故事，一鋪一鋪招人做伙聽。咱真歡迎，嘛真感謝，感謝新生代舞蹈團的團長，嘛是一位專業的舞蹈老師，佑生來到咱節目當中，分享伊的舞藝人生精彩的故事。有心，我含你咧開講的時候，我有一種足歡喜心，感覺講吼，阮這代的人吼，啊，咱漸漸老啊嘛吼，啊，著愛一寡功夫啦，啊，一寡思想放互恁，一代一代接手，就親像你爸爸媽媽誒工課，你甲接起來。啊，咱頭拄仔咧講到即個廟宇文化舞蹈團吼，除了有即個廟宇文化以之外，咱麻豆有一個倒風內海的故事啦，啊，閣有西拉雅文化，你敢有迄個甲融入吼，啊，甲放佇恁的迄個舞蹈表演內底？有，其實吼，咱拄啊好前一站拄啊前幾工啊拄啊好，咱的即個西拉雅的即個北頭羊吼，即個因的迄個阿力祖啦，阿力祖哦，對，阿力東山的即個阿力祖吼，伊都打製作了呢。是。啊，其實阮即個咱的本土文化吼，包括我進舞蹈團咧帶領的即個舞蹈的表演吼，甲着咱麻豆本身吼，即個倒風內海是一個真大的即個淵源啦吼。有啥物牽連？即個牽連真大的牽連吼。其實早期麻豆有一個叫做麻豆港。麻豆港，嘿，對，伊迄個是一個港口。哦，迄個迄個港口吼，伊咱安邊嘛有一個港口。是。啊，麻豆遮包括咱的即個閘門溪口攏有一個港口。但是呢，麻豆這個港口伊算較早熟港口，就是講咱一般咱有貨關稅啦吼，咱來扣稅啦。哦，人講要走稅。對啊，要海關咧，大概對迄個安邊，吼，啊，官方的嘛，民間的、私人的啦，吼，咧走稅這啦吼，就是對麻豆遮起來。啊，對麻豆遮起來時陣吼，所以伊即個港口咧設計吼，伊就設計甲吼，船一挖愛隨拖起來，船嘛袂了停上久，伊船就是物件搞拖起來了，船就開走。吼，啊，這就是一個咱麻豆吼的即個港口麻豆港。吼，伊就是安尼即個由來啦，吼，這是足濟人毋知，因為這去互帶起來，伊站佇咱後來疏番地館長的時陣吼，有甲清出來。啊，這個所在佇倒位啊？這裡即個麻豆的即個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遐有一個叫做所在叫做靈坳，早期用講靈坳的所在吼，迄個是麻豆倒風內海的所在。其實伊這是一個文化淵源啦，吼，包括咱即個台南吼，咱的台南有一個王爺信仰吼，嘛是對這個所在所發源起來的。啊，頭咱慧榮老師咧講到即個收經的即個文啦吼，即個是咱西拉雅吼，有即個阿力祖，阿力祖伊就是咧念這啦。即我袂曉念，但是吼阿力祖因咧念的就是這個咒語，對，就是像那個巫師巫婆，啊，咱台語有人講紅姨，對，因的文化。啊，阮佇即個舞蹈團，我佇新生代舞蹈團吼，佇迄陣早期吼，我做着即個舞吼，迄陣報價編完吼，是，啊，迄陣想講要編啥物舞，我從迄陣去編一個當機的舞。哇，當機啊，有法度人跳舞。但是我這當機吼。毋是老歲老弟的是，無超五寶啦，無超五寶。但是吼，阮舉啥，阮舉青啊葉啦。對，咱若咧收驚，有人用青啊葉，啊嘛有人用蒲楊啦，吼，啊嘛有人用迄個柳枝呢。對，啊，因為吼蒲楊較細長吼，對，啊青啊較好用，用青啊。吼，啊，阮這吼真趣味，阮就像咱誒，我頭有講着咱用即個紅頭誒，烏頭誒文化，甲咱這紅姨這吼，紅姨伊誒頭殼頂嘛綁一個物件。綁一條筋啊，綁一條筋啊。啊，阮嘛是甲用即個設計吼，甲綁一個筋啊。但是阮閣融合即個道術誒文化落去，吼，啊，你即個衫褲頂面閣用一個八卦，吼，啊，伊誒外形看起來就像一個查某當，就像一個當機紅頭誒。但是伊誒舞蹈誒做法，就像咱誒即個阿力祖吼，咧即個坎坷誒即個畫面，即個動作，那我們把它加上狂野一點點，較瘋狂啊咧。然後阮誒音樂吼，阮就因為咱傳統的廟宇文化就是講古嘛，對，
啊，咱若敢若纯粹咱的描绘鼓，安尼伤过描绘伊。所以伫迄阵我咧编舞的时候，我去用迄个啥非洲鼓。非洲鼓哦，迄个节奏，伊个足紧的，对，那个足紧的，因为当机咧操吼嘛是拢足紧的，有速度感。是，所以呢用这个方式去编这个舞。这个舞后来阮个结合着咱这个摕我头讲的，咱的倒风内海，其实早期麻豆叫做麻豆社，迄阵就是西拉雅平埔族的这个4大社之一啦，咱4大社的小龙社啦，麻豆社啦，有这几个4个社，安尼麻豆其中一社，所以迄阵要编这个舞，我就想咱来把咱这个平埔族的文化放入来。平埔族内底，伊其实伊嘛结合着咱的宗教的，咱道教的信仰内底有当机的这个这个角色。伊个茶有举五宝，对，提香甲无举五宝安尼。无其实因的祭祀方式，包括讲槟榔啦、酒啦、台低倒羊啦，这拢是有的啦。只讲伊的方式比较，他们的方式较文啊。我后来我甲小可改变一下，像一个巫师感，对，较豪放。对，我这队舞叫做谢天祈福，谢天祈福，哇，水用这个名义来跳。是，这个跳的过程中，这个舞者伊咧动的时阵，伊头前一开始应该是慢的，慢的时阵伊头壳会安尼叮当，就像咱咧当机对，北家将来打咧，摇头晃脑安尼。伊骹伊当然这个当机，你若注意看当机。有够厉害，有神的伊会举一支骹起来，爱拄啊跳，人讲跳当机，就是伫遐跳，伫遐切。这就是讲，我嘛是伫这个，我嘛是甲这个当机的这个动作，这个精神，甲放入来舞蹈内底。所以讲，迄阵阮这个舞者嘛是爱学这个骹，然后爱安尼摇头晃脑，甲这个靠伊的肌耐力来支撑他，用一只脚来支撑他的身体，然后还要再去做跳舞。所以这个是相当有一个条件较一个困难度啦。但是呢，这就是咱的文化。我要像咱这个，包括咱的平埔族的文化，甲咱的道教文化，甲咱这个倒风内海的这个故事，来甲结合做伙，还是真正咧做咱的本土的。哇！咱今仔日听众朋友听了心肝头有安尼足感动无？头壳内底敢有想着咱的一个文化结合着舞蹈，甲咱所有的故事，甲咱较早的历史安尼搬演伫即个舞蹈安尼顶悬，真正足无彩的，就是节目来到尾声。人家若有机会，咱搁来电台搁来讲，这遮尔啊足有历史，希望咱的文化的亲像溪水安尼生生不息、涓流不息希望人家若搁有机会的时阵，搁邀请你来电台来分享遮尔好的文化，互咱的咱们溪广播电台的听友来听，敢好？好，谢谢大家真欢喜，感谢大家，晚上再见，拜拜，拜拜。水去，金红色的麦芽，等待要出阵，土咸咸，念13庄，杀目鱼飞上天，带囡仔杀出一片天，蒜头香。藏着阿母希望，用苦心拖出四季长。乌面若飞，陪咱走找一个较生活的土地，合家平安，骄傲的大南方，骨力的客家人，保生大地守护的人。合家平安，牵上故乡的美梦。夜间讲斗相共，夜头向一灯红，望你平安。
金黄色的麦芽，等待要出田，土咸咸，念13庄。杀白鱼飞上天，带囡仔杀出一片天。蒜头香藏着阿母的梦，用苦心拖出四季葱。乌面若飞陪咱走，做一个较好生活的土地，合家平安，了我的大南方，苦咱的客家人，无心内的守护的人，合家平安，传承故乡的美梦。夜间讲斗相共，夜头用一灯红，望你平安。平安，骄傲的大南方，有咱的客家人，无心内的守护的人，客家平安，传承故乡的美梦。夜间讲斗相共，夜头用一灯红，望你平安。毋知听众朋友伫咧感受传统甲现代圆甜交一个各种民俗艺术当中，敢有体会出什么感觉甲滋味咧？真侪文化艺术表演的技巧，除了爱有创新的转变，技巧、功夫、曲势安怎运用铺排，是真侪艺术工作者上大的考验。伫今仔日甲新生代舞蹈团的团长陈佑生老师开讲当中，伊一位专业的舞蹈老师，对传统艺阵的创新甲推广，互台湾满岛保家镇的舞蹈团会当拍响特有的文化的声势。佑生老师的功劳绝对袂使无提起。透过今仔日的开讲，除了更加清楚了解保家镇舞蹈的演变甲发展，咱嘛听到为文化美乱、坚持可爱的一群台湾人真年辛苦，咱更加爱甲这个人鼓励支持，因为有咱的鼓励祝福，互因感受无比温暖的勇气，继续为台湾在地的文化生态延续。世界正经也精致。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贺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